各位電器同業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Christine， 喺我身邊呢一位呢，就係阿 Billy。我哋係今晚大會嘅司儀，歡迎大家今晚出席，好開心又可以喺1年1度嘅電力規例研討會同大家見面啦。好，多謝 Christine。喂 ，Christine 啊，考下你啊，你知唔知今年呢大會主題係乜嘢啊？我梗係知啦，今年嘅主題就係好容易睇到啦，活用科技，創新安全。相信在座好多人都知㗎啦，大會仲喺今年呢第一次推出活用科技創新安全呢個短片比賽，希望呢一次比賽能夠進一步推動電業界創新同埋培養安全文化。而頭先我哋播咗嗰3條片呢，就係今晚得獎嘅片段嚟㗎。哇，好勁喎 Christine， 想考你唔到添。喂，我都知道呢，今日大會希望呢就透過呢用創新科技，創造新嘅安全工作環境。喺今晚呢個研討會嗰度呢，仲希望呢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用創新科技去提升呢個電力安全，又會講下點樣呢可以做到呢創新嘅監管。等 Billy， 你唔好咁快劇透咁多先。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呢就係先請各位主禮嘉賓到台上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分別係有機電工程署副署長陳柏常先生，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理事長周永儀先生，名譽會長駱桂新先生，副理事長張永豪先生，邱傑斌先生，梁妙雁女士，苗太興先生，香港電氣工程商會會長蔡勤文先生，主席戴志高先生，名譽師傅關新全先生，青年會員主席陳澤銘先生，機電工程署助理處長江茂成先生，總機電工程師梁耀康先生，高級機電工程師陳志堅先生，高級機電工程師朱家輝先生，同埋高級機電工程師余秀華女士。好，唔該晒咁多位，請就座。咁樣呢，就請阿周生留步先㗎，要為我哋今晚嘅研討會致開幕詞。機電工程署陳柏常副署長、江茂成助理處長、香港電氣工程商會蔡勤文會長、戴志高主席，各位電業界好友，晚上好。我係電業總會周永儀理事長。今晚電力規劃大型研討會2025首次在啟德社區會堂舉行，同時亦係活用科技創新安全拍攝短片比賽個人同埋團體得獎嘅頒發獎項。首先非常感謝今次研討會籌辦工作小組在籌辦嘅過程中所付出嘅辛勞同埋努力，同時亦感謝各界嘅好友參加今次嘅盛會。講到今次嘅比賽嘅目的，係希望可以業界提供一個展現創新安全理念嘅平台，利用創新嘅技術提升電力安全意識同埋改善工作環境，以供電業界得到一個優良嘅借鏡，進一步推動電業界能夠可以創新及培育安全文化，以加強電力安全。電業界能夠達到創新科技發展嘅一日千里。喺唔同嘅智能設備同埋新嘅組裝合成技術湧現，為業界帶來一個新嘅商機同埋挑戰，更要貫通落實職業安全為首嘅目標。講到行業近況嘅情況，去年12月18日，立法會通過《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
能夠可以改善建造業存在好耐已久嘅付款問題，更好咁有效地保障我哋建造業嘅供應鏈上各種持份者如期可以收到應得嘅籌款。同時，特區政府聯同工會同埋有關嘅機構，可以幫助工人減少拖欠薪金嘅情況，共同努力，亦期望隨住今次通過嘅付款保障計劃得到改善。因為付款嘅問題而產生嘅風險溢價會逐漸減少，工程項目嘅採購成本亦隨之而減下。另一方面，同年去年10月23日，廉政公署採取烽火台行動，拘捕咗37名男子，以虛假嘅工作證明文件騙取工程嘅專業資格及詐騙機電工程署所發出嘅電氣工程人員註冊證明書。古語有云：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工藝絕對唔係一個可以貪婪走捷徑嘅地方。我喺度呼籲大家切勿以身試法，最終都係徒勞無功，打回原形，更甚至會奉送到你哋嘅大好前途。除此之外，新加入嘅本行嘅工友們喺呢件事發生之後，誠惶誠恐，擔心墮入一個法網。所以，我哋今晚3方聯合舉辦嘅業界機構，希望共同可以挽手引進一班新嘅電業人員，避免佢哋誤入歧途，踏入我哋正確入門嘅旗艦。另外，工會亦不斷透過宣傳、培育同埋教育嘅方式，致力推動提升業界嘅持續健康發展，包括多年嚟聯絡顧問、導師等一同嘅出版商出席嘅書籍。我喺度度此一度介紹一本好書俾大家，希望可以分享到大家對業界一個基礎從淺入深嘅知識。感謝麥家星先生參與我哋工會今次推出嘅電學計算3冊嘅工具書，提供學業好友能夠可以得到電業知識裏邊嘅增長機會。最後祝今次嘅研討會圓滿成功，祝各位身體健康，業務興隆。多謝各位。唔該晒周生，有請周生就座。跟住落嚟呢，就係有請我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會長蔡勤文先生為我哋致辭嘅，有請蔡會長。各位，香港機電工程處副處長陳百祥先生，各位機電工程處嘅助理處長工程師們，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特別要慢啲，我次次都講得唔係幾好嘅理事長周永儀先生，商會同埋工會嘅執委，各位註冊嘅電業工程人員，業界友好，晚上好。我係蔡勤文，係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嘅現屆會長。咁喺呢度呢，我先就祝各位2025年新年進步啦。咁啊，香港嘅電力嘅條例第406章係1990年，我講錯咗，190年我都未出世。1990年裏邊咧就頒布嘅，咁啊取代咗1991年嘅電力供應條例，建立咗一個包容同埋有系統嘅監管架構，以確保電力嘅安全。繼後喺1992年咧都頒布咗電力線路規例，同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COP， 即係工作守則，通過由註冊電力承辦商同埋註冊電力嘅從業人員組成嘅監管框架，而保證咧香港嘅電力嘅裝置同埋質量、工藝，達至到施工同埋使用嘅安全。我哋最重要嘅，除咗我哋喺度做電氣施工嗰陣時，我哋要安全。我哋交出嚟嘅電氣安裝，亦都一定要令到我哋嘅用家、我哋一大眾普羅市民安全嘅。咁為咗方便呢個註冊電力承辦商同埋註冊嘅電力從業員能夠溫故知新，知道最新嘅法例法規同埋最新嘅電力發展同埋安全嘅資訊，
香港機電工程署咧就聯同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同埋我哋電氣工程商會，喺2001年開始咧就舉辦一個叫做電力嘅規例研討會。今年咧我哋都以一個實體嘅舉辦啦，因為大家知道係喺Covid 嘅時間，我哋曾經有幾段時間係停咗，係用網上嘅形式嘅。咁今年嘅主題就係叫做抹浴科技創新安全。咁一陣間咧，香港機電工程署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同埋我哋商會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咧，都會派一啲講者向大家講述一下點樣去運用科技喺電器嘅安裝，亦都會講下電動汽車嘅充電設施啊、智能電錶安裝，以及我哋喺個電力安裝裏邊通常有啲咩不如意啊、不符合嘅規則嘅項目，亦都希望提供有效嘅資訊俾在座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合規格同埋安全施工，完成嘅電器裝置同安裝亦都可以安全咁同埋正常咁使用。咁除咗電器嘅安全之外，其實發展局咧亦都喺一啲3000萬嘅工程裏邊咧，公務工程裏邊咧推行一個4S 嘅係安全系統。我哋嘅電器嘅從業員，我諗大部分都係會喺個建築地盤裏邊做施工嘅，所以而家最新嘅 4S 所謂嘅即係智能工地咧，就希望大家能夠即係盡量採用如果係建築公司或者大盤，包括可能係電器嘅承建商，如果提供咗一啲所謂嘅4S 嘅系統，就希望大家能夠遵守一齊採用，同埋如果有啲乜問題，其實記住每一樣嘢都會有問題發生嘅，唔會有一樣嘢係終身保養。如果發現有嘅所謂嘅設施有問題嘅時間，都會提出意見，話聲我哋聽，等我哋可以繼續精益求精改善，令到大家喺做嘢嘅時間係好安全嘅。喺呢度咧，我哋咧都向各位拜個早年，祝大家蛇年身體健康，事事如意，生意興隆。多謝大家。唔該，蔡會長，請蔡會長就座。最後請請機電工程署副署長陳柏祥先生上嚟為大家致辭。周理事長、蔡會長、各位嘉賓、各位電業界嘅朋友，大家好！歡迎出席1年1度嘅電力規例研討會。喺度咧，我想衷心感謝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以及香港電氣工程商會多年嚟對研討會嘅積極參與同埋支持嘅。另外咧，我感謝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派出代表同埋學生出席今年嘅研討會，令到未來電業界嘅棟樑都能夠參與呢個電業界嘅年度活動。我亦期待業界嘅未來咧有更多嘅協作，以培育更多嘅業界人才。今年研討會嘅主題咧係活用科技創新安全。隨住科技嘅迅速發展創新科技亦為我哋嘅行業帶來前所未有嘅機遇。我希望大家能夠積極探索同埋運用創新科技至日常嘅工作當中。呢啲科技不單能夠幫助我哋實時監測同埋分析電力系統，亦都能夠及早發現電力系統嘅潛在問題，從而減少電力事故嘅發生。另外，我想強調合作嘅重要性無論係政府、企業或者係工程人員，都應該攜手合作，共同提升電業界嘅專業同埋安全嘅水平。一方面政府支持同埋推動業界創造更好嘅環境；另一方面電業界嘅朋友嘅實踐同埋創新意念呢，則能夠反過來促進咗政策嘅完善。所以
機電署今年舉辦咗活用科技、創新安全嘅短片比賽，除咗希望鼓勵大家活用創新科技，亦都希望能夠從參賽作品中審視如何進一步完善政策。比賽推出後呢，反應係非常熱烈嘅。除咗短片嘅拍攝之外呢，我哋亦都收到唔少利用數碼科技製作嘅動畫作品，亦都有參賽者運用咗 AI 數字人去為自己嘅作品呢進行解說。我對參賽者能夠如此靈活運用創新科技係深表讚賞嘅。喺度，我亦衷心祝賀各位短片比賽嘅優勝者，並希望呢在座各位都能夠積極探討活用創新科技。藉今天嘅場合呢，我想分享喺去年10月廉政公署代號烽火台嘅執法行動。調查發現呢，一名工程公司東主為咗有意申請註冊成為 A 級電業工程人員嘅人士呢，舉辦收費嘅訓練課程，並涉嫌串謀4間工程公司嘅東主，協助該等人士偽造5年嘅工作證明文件。機電署對案件係非常重視，並全面配合廉政公署嘅調查工作。機電署得悉案件之後呢，已經隨即循電力條例展開咗調查嘅，並發現有註冊人士以誤導嘅手法獲得註冊。機電署亦都已經按電力條例呢取消咗相關電業人員嘅註冊牌照。機電署一直嚴謹審批電業工程人員嘅註冊申請，我哋會核實申請者嘅資歷同埋工作經驗，以確定申請人符合相關嘅法例要求。如有懷疑嘅話呢，我哋會要求申請者或者簽發證明文件嘅機構同埋人士呢，提交證明文件作進一步嘅審查。機電署喺得悉案件後呢，已即時加強咗審批嘅程序，包括咗派員到簽發證明文件嘅機構辦事處進行咗審核嘅，以確認申請人嘅工作經驗嘅。相信大家都明白啊，讓一個電力專業技能唔足嘅人進行電力工作呢，後果可以係非常之嚴重嘅。廉政公署今次呢，發現咗偽造工作經驗嘅不法分子，不僅危害我哋行業嗰個專業性，亦都會影響電力安全嘅。我想呼籲各位啊，簽發文件嘅機構或者人士，切勿簽發偽造嘅工作證明文件，以幫助任何人士申請註冊成為電業工程人員。一經發現呢，我哋會轉介至有關嘅機構呢，採取執法行動嘅。最後，我再次感謝職工會、商會、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嘅鼎力支持，亦都請在座各位啊，一同致力推動行業嘅專業同埋安全水平。新春將至，我謹喺度預祝各位新春愉快，萬事如意。多謝各位。唔該晒陳副處長。跟住咧就陳生，麻煩你留一留步，翻上台代表處方咧頒發紀念品俾2個協辦嘅機構。唔好意思啊，陳生。好，咁我哋就再請呢個機電工程署副處長陳柏祥先生咧，就代表處方就致送紀念品俾2位協辦機構。咁咧首先呢，就係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副理事長陳永豪先生代表職工會接收紀念品。唔該晒，有請張生企埋一邊等一等先。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係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主席戴志高先生代表商會接受紀念品嘅。
唔該晒。咁而家請3位一齊影張合照。好，唔該晒，請3位就座。好，咁啊，而家就事不宜遲，不如我哋請今日嘅第一位講者，代表呢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陳福祥博士工程師，為我哋分享一下如何應用呢個創新科技提升電力安全。有請陳博士。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啊，歡迎今日出席我第一個嘅講題，就係如何應用創新科技提升電力安全。嗱，今日其實我講嘅嘢好簡單嘅啫。第一，咩叫安全？咁啊，跟住講下其實電力嘅危險喺邊度？咁跟住亦都講下創新科技係屬於邊個類型。咁當然最後就係點樣創新科技應用翻，點樣可以減少呢啲危險嘅事故。咁呢個就係即係大致上我嚟緊會講嘅內容啦。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其實我好想搞清楚安全。安全呢個名大家聽得多。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將危害事故咧，將佢控制同埋減到0。我諗大家都有聽過一個字，就叫做意外。咁英文就係 accident 啦。咁其實喺中文嚟講咧，因為意外呢個字咧，其實係有個意料之外。咁即係意料之外，即係我哋控制唔到啦啲嘢。嗱，咁所以我好希望日後 accident 呢個字咧就改做危害事故。咁你會問幾時用意外呢個字咧？好簡單，上個禮拜有咩大事發生啊？金多寶，咁係咪有啲人意料之財啊？嗱，所以大家用意外呢個字嘅時候咧，係喺喜出望外咁嘅層面嚟去諗。咁同埋咧，將日後嘅事故咧，譬如你分開做危害事故啦，同埋險失事故嘅。嗱，喺個風險流程嘅控制，其實我哋要將呢個危害事故減到0咧，係可以做得到嘅。我哋都要有呢個信念嘅。咁所以無論喺開始去計劃、去計算同埋做一啲評估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係有信心係將呢個危害事故減到去0嘅。嗱，有咗呢個咁樣嘅概念之後咧，咁事實上咧，安全咧係可以喺我哋控制嘅範圍之內。嗱，好簡單，譬如一般嚟講咧，我哋有設備啦，有啲運行嘅守則啦，有啲員工嘅培訓啦，亦都可以利用一啲創新嘅科技。嗱，咁呢一幅圖咧係一個芝士圖，大家好多機會都見過㗎啦。咁呢個事故、危害事故嘅發生咧，就假如呢啲屏障咧全部穿晒嘅，其實要穿晒呢啲屏障咧，第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人為因素，只有人為嘅錯誤咧，然之後可以好快脆咧，令到呢個危害事故發生嘅。嗱，咁所以好多時我哋講人嘅因素嘅時候咧，都好希望有個口號，成日啊諗住做工作嘅時候停一停，想一想。喺呢度嚟講，人為嘅因素咧
列咗出嚟呢，譬如有培訓啦，或者個人嘅裝備夠唔夠啦，或者個人好多自滿啦、時間壓力啦，好多資訊呢係可能超載啦等等，同埋呢個工作文化嘅場所嗱，咁所以喺安全嘅理念之下呢，我哋係更加要加強不斷去宣傳，提升個人嘅安全意識。嗱，咁當然今日嘅題目我哋係講科技啦、創新啦。好啦，咁安全嗰個概念呢，我暫時講到呢度先。我哋做電呢一行呢，其實嚟講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電係可以危害個身體嘅。大家知唔知道若果兩耳之間幾多歐啊？由手度到腳有幾多歐啊？我諗做電呢行，大家都應該要有個好簡單嘅 concept 係有好簡單嘅概念。耳到耳咧大概100歐，同埋咧手到腳大概500歐到嘅。咁所以假如有電流流經身體咧，咁喺呢個表入邊咧係有提到唔同嘅電流對人體嘅影響。咁所以變咗，尤其超過17個 milliamp 毫安培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影響到人體㗎啦。嗱，好簡單，電咧，我自己作為用電流咧係可以分類嘅。第一係雷電嘅電，第二直流電，第三係交流電。雷電嘅電係好短暫嘅，但係咧過個電流好大嘅，而對個人體嘅傷害咧亦都好大嘅嚇。嗱，咁所以咧，雖然我哋冇用到雷電嘅電，我哋用直流電同埋交流電，但係雷電咧亦都係安全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嘅因素。嗱，咁當然啦，交流電可以有單相有三相啦嚇。咁有陣時坐低去諗，其實電係屬於乜嘢呢？咁有人講我聽話電係屬金嘅喎，咁但係又唔係喎。電呢，其實金木水火土樣樣都怕嘅喎。點解啊？嗱，譬如你揾啲金屬黐埋個電網度啦，咁你會觸電啦。木，咁假如嗰啲架空天線接近啲樹木嘅時候，亦都會產生故障啦。水就唔使得講啦，水浸你個制房，咁你就好大件事啦。咁火燒一樣啦，土係乜嘢？Earth 啦，即係接地啦。咁你話將個電網接地，咁呢啲其實金木水火土咧，雖然好似一樣嘢係生，一樣嘢係黑，但係咧電咧其實咧喺五行嚟講咧，佢係樣樣都怕嘅。咁所以咧，電我哋更加係要留心啊！咁大早副處長你又提到啦，我哋要創新。咁其實 EMSC 嘅網頁入邊咧，亦都係有本操作嘅守則嘅。咁亦都入邊咧係有講到創新操作嘅措施同埋嗰個流程嘅。嗱，假如大家未見過喺 EMSC 嘅網頁攞佢落嚟睇一睇啊！我覺得咧，對幫助大家一齊去諗點樣創新咧，好有幫助嘅。好啦，嗱，電器嘅行業有啲咩危害事故咧？我簡單咧係作咗5類。第一，工作業觸電同埋跌下啦；第二，爆製；第三，火燒；第四，漏電；第5就雷擊嚇。嗱，咁呢啲已經係我諗，其實喺嗰個講座之前嗰好多年咧，都係講緊觸電，然後跌到落嚟，咁啊跟住係產生危險嘅呢啲事故嘅。咁爆製，咁當然啦，假如你唔小心係掂到一啲有電嘅物件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有個大嘅氣壓係壓出嚟嘅。咁同埋亦都係有啲蒸氣、金屬嘅蒸氣咧，係可以走出嚟嘅。
咁呢個呢，我哋一定係要去防範嘅嚇。無論係低壓或者高壓，咁高壓當然更加嗰個情況更加嚴重啦。咁漏電、火燒，咁呢啲呢，其實都係一啲屬於危害事故嚟嘅。雷擊，咁雷擊呢，亦都係相當要防備嘅。尤其喺惡劣天氣有行雷閃電嘅時候呢，我哋應該要避免室外嘅工作嘅。咁呢度啱啱舊年11月3日嘅時候呢，喺一場足球比賽呢，可以係有人傷亡嘅嚇。咁所以變咗呢，雷電呢，我哋係需要防範嘅。好啦，講完危害嘅事故，咁啊講創新科技啦。嗱，咁喺呢近年嚟有啲咩創新科技呢？我呢度列出咗晶片、物聯網、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BIM 建築資訊模式、MEP 結合機電合成法同埋元宇宙。晶片呢，簡單講就係 DICE 啦。咁其實嚟講喺80年代嘅時候呢，70年代嘅時候呢，其實已經係有晶片嘅微型處理器開始研發㗎啦。咁啊到90年代，咁你會睇到呢，轉碟式嗰啲繼電保護呢，都已經係廣泛俾電子或者係微型電腦嘅嗰堆去取代㗎啦。有人講我聽話，你而家想買轉碟嘅嗰啲繼電保護呢，要去邊度買呢？可能去印度至有得賣啦，其他嗰啲地方呢都唔會生產㗎啦。嗱，咁好明顯呢，喺個晶片即係 DICE，即係呢扎嚟講呢，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好先進嘅地步啦。嗱，我呢度咁提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 AFDD 呢個電弧感應去保護呢個室內嘅。嗱，咁呢個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入邊有粒晶片喺度嘅。咁一陣我都會詳細再提一提。好啊，物聯網，咁物聯網佢雖然分開4層，但係最主要呢，佢其實呢亦都係可以提供咗啲感應，而令到翻轉頭控制中心入邊呢係可以做到嘢好簡單。譬如工地嗰啲智慧安全帽，咁已經係其中一種應用嘅形式㗎啦。嗱，咁人工智能大家都即係喺近期嚟講都知道啦嚇。咁人工智能最主要就係 machine learning， 即係機械學習。咁然之後跟住可以由唔同嘅資料傳送入去。咁於是乎嗱，咁2024年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呢，就係生成式嘅人工智能。無論喺做影片啊，或者做其他嘅用途嗰方面呢，係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嗱，當然啦，其中一個俾人用嚟做犯罪嗰啲呢，就係假冒人，咁你又信咗佢咁。嗱，咁呢啲呢都係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嗱 BIM 呢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係建築信息模式。嗱，呢一個呢，我會覺得呢，就算喺電機行業呢，已經一路咁推到埋嚟㗎啦。雖然而家喺建築行業已經盡量去應用一個咁樣嘅數字式嘅系統㗎啦。嗱，好簡單，喺我哋隔離嘅啟德體育館呢，體育園呢，其實已經係全個由開始嘅時候呢，已經用咗 BIM 㗎啦，用咗呢個建築資訊模式。用咗 BIM 呢，其實佢第一個得着呢，就話起呢個體育園嘅時候呢，快咗2年。咁當然啦，跟住其他電機啊，同埋其他冷氣嘅設施呢，都係一樣咁樣嘅形式嚟去做嘅。咁所以作為一個電業嘅行業嘅從業員呢，我會覺得
大家遲早咧都要學習 BIM 同埋識睇 3D 嘅圖啊！咁呢個係一個新嘅挑戰嚟㗎啦。嗱 ，MIMEP 結合機電裝備合成法嗱，其實 EMSC 喺舊年11月嘅時候，亦都搞咗個大型嘅講座嚟去推介呢個 MIMEP 嘅。咁亦即係話咧，係將嗰啲機電嘅組件咧，係可以去做一啲喺工廠入邊做好晒呢啲組件，然之後運送到去地盤嗰度安裝嘅。嗱，呢一個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可以減少咗喺工地上可以發生呢個危害事故嘅嘢。元宇宙咧嘅名咧，其實最主要咧喺2018年之前咧係有部電影《挑戰者1號》，咁其實大家有冇睇過啊？如果冇睇過唔緊要，咁日後咧，譬如好多嘅培訓啊或者等等咧，都會戴住個即係戴住個眼鏡，咁然之後就睇到個 AR 入邊嘅畫面。咁呢一個咧喺個培訓嗰方面咧，可以咁講係進入另外一個領域嘅。嗱，好啦，講咗咁多科技，咁翻轉頭，我哋不如講下啲危害事故啦。嗱，高空作業、觸電同埋跌下，第一需要絕緣手套，第二安全平台，做嘢嘅時候真係停一停，諗一諗。嗱，呢啲係老生常談嘅。咁科技點樣去應用去入邊呢？好簡單，呢度有個人工智能嘅攝影 camera 嘅攝影機。咁其實呢，佢可以譬如嚟講，呢個左手邊呢幅圖係一啲唔安全嘅安裝嘅程序，冇戴安全帽，爬個梯去咁高，然後安裝啲嘢。嗱，而家市面上都有呢啲咁樣嘅軟件，佢可以去睇住你個地盤入邊嘅安裝，同埋提出嗰個警示嘅。呢啲已經唔係新㗎啦，已經係有咗喺好幾年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喺人工智能嘅應用咧，呢方面咧係可以幫到。嗱，當然我哋唔好希望嗰個電業從業員就好自己咁樣爬啦。根本上佢要諗都唔好諗，應該一早已經講俾佢聽，你嘅真正做嘢嘅方法係乜嘢？嗱，咁組裝合成法 MIMPE， 因為唔需要爬高嚟去做啲駁線嘅工作，咁所以咧全部喺工廠入邊去做，咁高空嘅工作已經可以盡大方面咁去減少噶啦。嗱，呢個若果我哋將嗰啲以往發生工業事故嘅資料輸入去，再加上埋好多時你哋報標嘅時候都有個 method statement 啦，即係點樣去運作嗰個情形啦。咁另外亦都 COP， 即係有啲守則入邊亦都教你唔好咁做，要點樣做。嗱，假如我哋將呢啲文件輸入咗去一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咧，基本上你喺開工之前咧已經可以作出一啲提示。嗱，邊部分你係一定要注意，唔可以犯錯嘅。嗱，咁呢啲咧，當你嗰個管理層收到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全部將成個流程點樣去做呢件工作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嗱，咁呢一個咧，基本上就係市面上已經有㗎啦。呢啲唔係話即係基本上呢啲資料都係喺市面上嘅軟件啊咁樣攞翻嚟。嗱，咁所以變咗咧喺嗰個行動咧行業入邊咧，其實我哋要接受呢啲新嘅事物㗎啦。嗱，觸電，咁當然觸電就要掛鎖同埋即係上鎖同埋掛牌啦。嗱，咁呢啲都係老嘅做法。咁新嘅做法咧，呢啲鎖根本上係啲智能嘅鎖嚟㗎啦，已經。咁你拍張卡埋去，佢就開到個鎖。咁尤其喺
電力公司嘅時候，你高壓電力咧，呢啲除咗有守則之外咧，仲有好多上鎖嘅。嗱，咁假如而家呢個步驟推到落去喺低壓嗰方面，尤其一個低壓系統咧，咁呢啲係真係可以將觸電嘅情形係減到零嘅嚇，因為你做好晒上鎖，做好晒呢啲，咁你根本上就冇即係接觸到有電嘅機會係好少啦。嗱，咁另外一個好多時我哋聽過爆掣或者乜嘢，嗱，咁當然最好嘅做法就係喺個安全區域係作出操作啦。咁譬如好似圖入邊所講嘅個車仔啦，或者你插一嚿嘢埋去嗰個掣嗰度，然之後喺遠離佢嘅時候咧嚟去操作。咁亦都可以透過一啲軟件咧走去計算，假如係出現有咁樣嘅故障嘅時候，嗰個危害嘅程度係去到幾多米或者點樣？咁於是乎你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當然係跟住嗰個形式。咁譬如好似有啲咁樣嘅提示啦、弧閃嘅標籤啦，咁你睇到其實如果要做呢個操作嘅時候，嗱，咁呢啲咧亦都已經係實現咗㗎啦，已經唔係新㗎啦。呢個可能譬如話喺邊個掣櫃入邊咁已經貼咗喺度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啲其實係將電力安全去提升，同埋計呢啲數嘅時候咧，市面上亦都有好多軟件嚟去計嘅。嗱，咁當然，如果完全乜都唔知嘅時候，着住呢個防禦衣物，嗱，咁當然呢個防禦衣物可能又好重又好等等，咁但係就睇下你要操作嘅嗰個掣櫃嘅時間咧係要幾長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考慮嘅方法嚟嘅。咁我哋要知道掣櫃嘅情形咧，其實亦都可以安裝咗一啲熱感嘅探測，譬如嚟講，無論喺電纜嗰啲上電纜嘅 cable 啦、掣櫃啦，或者等等咧，我哋係可以將嗰個電力嘅情況咧係可以攞到出嚟嘅。嗱，譬如好似下邊所寫咧，就係用射頻識別器 RFID。嗱，RFID 咧喺呢度咧就係你擺落去貼住個螺絲帽或者貼住個掣櫃嘅母線。嗱，呢部分咧其實係可以將嗰個信號咧係傳送翻出嚟嘅。嗱，唔好忘記，我哋好多時就算高壓咧都冇咁去做嘅。咁而家呢個 RFID 咧係可以用喺高壓度，即係貼咗喺高壓嗰度。咁佢因為自己當收到高頻嘅信號嘅時候咧，佢可以將呢個溫度嗰個情況咧係傳送翻出去嘅。嗱，咁呢個我相信一定係一個新嘅製作嚟㗎啦嚇。咁我見到大組其實嗰個開頭嘅一個影片咧，入邊其實就係應用咗個咁嘅原理嘅。嗱，咁所以若果假如個掣櫃或者附近嘅情形係有呢啲唔正常嘅信號嘅時候咧，係可以及早可以預警。咁呢個就係可以譬如話透過 SMS 啊，透過其他講俾嗰個從事嘅嗰個平台嘅人聽啊，咁可以作出預先嘅防範。嗱，火燒嗱，大鐘我提過。其實而家呢啲即係電弧故障檢測啊，其實已經係好普遍㗎啦，根本上。咁所以咧，入邊係其實就係裝咗粒晶片喺度，而呢個晶片咧係可以將高頻啊同埋你50頻率嘅嗰啲信號咧嚟去作出分析嘅。市面上已經有嘅咧，其實已經有好幾種牌子，價錢咧可能係幾百蚊或者1000零蚊咁。咁但係咧，我係好希望咧，有人住嘅地方咧就最好有安裝 AFDD。嗱，我知道 COP 而家已經係做緊，即係守則已經做緊呢個檢討㗎啦。咁我亦都好希望香港亦都可以跟歐盟咁樣，歐盟其實已經將 AFDD 咧當係一個法例一個要求㗎啦。咁所以變咗，
香港我覺得係時間咧係需要檢討呢樣嘢啦。嗱，咁呢度咧就係解釋翻嗰個電弧喺由一次去到另外一次搶火嘅嗰段時間咧，其實出分析咧，你就會睇到有50赫，即係同埋一啲高頻嘅。利用呢一個咁樣嘅原理咧，你係可以將嗰個電弧嚟去嗱做咗呢個動作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嗰個演進，首先就係 MCB 啦。咁然之後好多年以前咧，我哋加咗個 RCD 啦，即係漏電保護啦。咁我會覺得嚟緊前進呢一步咧，其實就係 AFDD 嘅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下啦。好啦，雷擊始終係好重要嘅，咁所以變咗呢度，我想提示咧，就係話喺露天工作嘅時候要小心啦，同埋最好就唔好做啦嚇。咁第二樣嘢就係一啲防雷嘅設備，咁啊作出適當嘅檢查。而家嘅科技咧係好簡單，你裝個 CT 喺度，其實可以度到晒嗰啲雷擊㗎啦嚇。咁所以變咗1個鐘頭咧，喺上一次打風嘅時候咧，可以有成7000個雷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其實都係需要考慮呢個雷擊嘅嚇。咁元宇宙呢度，尤其當你嗰個要做一啲繁複嘅 switching， 即係嗰啲開關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元宇宙加埋 AI 係可以幫到手嚟去培訓到一個好嘅從業員，咁變咗佢就係做呢啲嘅時候咧，就會相當順利啦。作為總結，安全概念，第一，危害事故，我哋有信心係可以避免。科技咧係可以提升電力安全嘅，正如大咗我所提到嘅嗰幾點啦。咁亦都因為有新嘅科技咧，其實係加入咗呢個電力嘅行業，我哋要去學習嘅。有人嘅世界就有風險，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人為因素各方面都要注意嘅。安全係快樂同埋幸福嘅原動力，好希望大家安全同埋可以帶來快樂同埋幸福。多謝各位。唔該晒 Dr. Chan。聽完阿 Doctor 嘅講解之後咧，相信大家對如何應用創新科技去提升電力安全咧，就會有更加多唔同嘅睇法㗎啦。係啊，咁而家咧就到我哋今日嘅第二個講題啦。有請機電工程署嘅機電工程師趙士傑先生為我哋講解下活用科技創新監管。有請趙先生。大家好，今日我嘅講題係活用科技創新監管。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機電工程署電力法例部而家用緊嘅應用創新科技嘅進程。咁應用創新科技嘅目的主要係配合政府精明規管，精簡喺電力條例下嘅註冊同埋加簽嘅申請程序，便利業界人士，同埋提升規管服務嘅表現。第一部分就係應用創新科技喺註冊服務。先同大家講解一下背景資料。按電力條例註冊或者加簽嘅申請包括註冊成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發電設施、加簽定期測試證明書，即係大家知道嘅 WR2。喺過去3年，我哋處理高達15萬宗嘅申請。喺2024年，我哋一共處理咗超過43000宗按電力條例註冊嘅申請，當中包括超過22000宗有關電工嘅註冊申請。我哋預計2025年將會收到34000宗有關電工嘅註冊申請。所以，我想借今日呢個機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創科點樣應用喺電工嘅註冊申請。
首先第一樣就係電子表格，申請人可以經過網上去到遞交電工嘅註冊申請，咁就無需要親身嚟到機電處去到遞交申請。另外，有關新嘅註冊申請或者續期申請，系統亦都支援申請人委託代辦人，例如工會，填寫網上表格同埋上傳所需嘅文件。申請人只係需要透過智方便加確認資料無誤，咁就可以進行數碼簽署同埋電子繳費，就可以完成有關嘅申請，就可以便利到大家。另一樣要介紹嘅就係數碼機電牌照。透過機電行業通嘅流動應用程式，就可以出示到數碼機電牌照。我哋知道註冊電工需要隨身攜帶呢一個嘅相關證明書，咁有呢一個 app 咧，就可以方便到大家出示呢個證明書。而公眾咧，亦都可以透過照嗰個 QR code 啦，咁就可以咧核實到電業工程人員嘅註冊資料。除咗頭先兩樣提過嘅措施，我哋仲有其他推行咗嘅措施，包括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網上預約服務、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持續進修計劃，即係 CPD 嘅網上訓練平台。呢兩個措施咧，亦都正進行緊優化。第日時咧，可以透過智方便，咁就可以用到呢兩個網上服務。咁咧，應用創新科技咧，亦都可以輔助到我哋嘅規管工作嘅。我哋運用科技去到輔助執管，以下咧就有一啲我哋完成咗啦、試運行緊啦，仲有一啲係叫做研發緊嘅項目。咁我會逐一同大家講解嘅。咁首先就係完成咗嘅項目啦，人工智能太陽能發電設施偵測系統。然後試運行緊嘅項目咧，就有提升現有電力法例及規管服務嘅電腦運作系統、數碼化視察工作報告。而研發緊嘅項目咧，就有採用圖像及光學字元辨識等技術，去到處理固定電力裝置定期測試證明書，即係 WR2。可能咁樣講都有啲抽象，等我用例子咧去到同大家慢慢講。咁咧，呢一個就係我哋人工智能太陽能發電設施嘅偵測系統。咁系統咧，首先就會透過分析高空嘅俯視圖同埋坐標，運用人工智能嘅偵測同埋深度學習等嘅技術咧，去到識別呢一個嘅太陽能發電設施。簡單嚟講咧，系統開始嘅時候就好似一個小朋友，佢睇到地圖上面有太陽能板啦。亦都有一啲好似太陽能板嘅物件，例如可能係汽車嘅天窗。咁我哋會先教佢去到識別太陽能板，例如就係俾好多嘅圖片佢啦，然後我哋就會圈出相關嘅太陽能板。咁系統咧透過學習太陽能板嘅特徵，咁佢經過長時間嘅訓練咧，咁其實就會識得喺大量嘅物件入面咧識別出一個太陽能板。個成功率咧都超過90%嘅，然後我哋就會輸入已經拼網嘅太陽能發電設施，去到作出比對，咁系統咧就可以輔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到跟進未註冊嘅發電設施。而家咧就有一條示範嘅短片俾大家可以睇嘅。機電工程署一直致力推動減碳及提升電力安全，有見社會上有越嚟越多嘅太陽能發電設施。機電工程署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咗一套自動偵測太陽能發電設施嘅系統，監測及巡查太陽能發電設施。透過利用地政總署提供全港高空拍攝嘅影像、人工智能偵測及深度學習等技術，呢個系統可以有效咁偵測太陽能光伏板嘅位置。系統會將偵測到嘅資料同本署嘅數據庫及電力公司提供嘅資料作出比對，就可以準確咁從大量嘅數據中自動識別出未按照電力條例要求註冊嘅太陽能發電設施。本署會向相關發電設施嘅擁有人採取跟進行動，以確保擁有人聘用合資格人士負責使太陽能發電設施運作安全，並達至安全減碳效果。
咁呢一個咧，頭先就係我哋完成咗嘅項目啦。咁而家咧，有我哋試運行嘅項目嘅，就係一個提升現有電力法例及規管服務嘅電腦運作系統。咁我以處理查詢作為一個例子，提升後嘅系統咧，可以定時下載啦，同埋匯入附有查詢嘅電郵去到我哋嘅電腦運作系統，然後佢會自己去到記錄個案，仲識得咧去到定期提示個案負責人員咧去到處理個案。呢個項目咧可以自動化我哋嘅工作流程。另一個咧就係數碼化視察工作報告。相信大家都試過出去做完巡查，返到辦公室咧，又要將啲相咧由個相機過返去個電腦嗰度，再喺電腦咧揾返一個適合嘅報告格式去到寫報告。咁我哋都有相同嘅經驗嘅。咁所以我哋就將視察報告數碼化。而家我哋只係需要帶備一部平板電腦，輸入有關工作嘅資料啦、影相。咁系統咧就會按我哋選定嘅格式去到編製一個工作報告，就係咁啦。咁有一張相咧，咁就係我哋嘅界面啦。咁我哋咧好似答問題咁樣答晒入面要答嘅問題，再按住相同嘅，再按住每一個唔同嘅題目咧，去到影翻相關嘅相咧，咁佢自己就會生成一份報告出嚟㗎啦。咁都相當之方便嘅。仲有一樣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我哋研發緊去到用一個圖像及光學自源辨識技術去到處理 WR2。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OCR 呢一個嘅技術，咁都等我即係班門弄斧講解少少啦。咁就系統咧，首先會將一個版面做一個分析，將呢個文字嘅區域咧定位，然後就會抽取文字嘅特徵，同一個數據庫去到進行一個比對，揾出合乎邏輯而又最接近嘅文字。咁我哋嘅系統咧就會將呢一個嘅我哋嘅概念啦，就係想將呢一個嘅圖片咧就會變成一個可以編輯嘅一個文字檔案。咁呢一個系統咧就會識得自動輸入資料去到我哋嘅電腦系統，咁就減少一個文書嘅處理。呢個同樣可以精簡到我哋嘅工作流程。喺未來，我哋會致力提升市民同埋業界從業員嘅網上服務使用率，利用人工智能系統輔助去到審批 WR2， 同埋亦都想運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分析去到輔助我哋嘅規管。咁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咁正所謂科技日新月異，咁我哋嘅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亦都係與時並進嘅。咁我哋而家正係做緊呢個 COP 檢討，佢嘅檢討咧亦都係包含住應用創新科技嘅主題嘅。我哋為此成立咗工作小組，去到收集大家嘅意見。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小組成員。工作小組係由多個業界組織、專業團體、學術機構、電力公司同埋政府嘅部門代表去到組成嘅。我哋衷心多謝工作小組成員嘅鼎力支持。講到 COP 嘅檢討，我哋首先會去檢視新技術嘅發展、電池儲能系統、電動車充能設施同埋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都係我哋今次 COP 檢討關注嘅項目。我哋會檢視最新嘅國家同埋國際標準，去到檢視，亦都會檢視業界現有嘅做法，去到修訂我哋嘅 COP。另外，我哋亦都會檢視創新科技嘅應用，例子就包括智能制房啦、智能制櫃、實時遠距監控。大家可以喺圖片度見到一個智能制房係運用好多嘅傳感器啦，例如水浸嘅傳感器、溫度嘅傳感器。應用創新科技喺供電系統，可以提供全天候嘅監測，從而咧確保呢個穩定性。除咗啱啱提到嘅4個主題，即係電池儲能系統、電動車嘅充電設施、可再生能源嘅發電系統同埋智能制櫃，工作小組咧亦都會為電弧故障檢測裝置，即係 AFDD、高壓電力裝置、
固定電力裝置嘅定期檢測，為建築或拆卸地盤或維修及測試而提供嘅臨時供電裝置，去到收集大家嘅意見。我哋希望可以攜手保障電力安全。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多謝大家。唔該晒趙生，聽完趙生嘅講解咧，相信大家對機電署點樣應用創新科技，同埋係嚟緊 COP 檢討嘅方向，都會有更加深嘅認識㗎啦。咁另外咧，大家如果聽完兩個講題，有啲咩問題，歡迎你哋寫喺你哋嘅問題紙上面，舉手叫我哋嘅工作人員過嚟收集。咁你嗰個問題紙咧，其實就係喺你哋嗰個 folder 裏面嘅，玩一玩就會見到㗎啦。Billy。跟住落嚟，我哋就要頒發呢一個活用科技創新安全短片比賽嘅各項獎項㗎啦。咁呢一個比賽呢，就係希望參加者可以透過製作短片，分享點樣利用創新科技改善工作環境，同埋提升電力安全意識嘅。頭先大會喺研討會開始之前呢，都已經係將嗰啲得獎嘅片段播放咗，相信大家都應該係有留意到㗎。喺頒發呢個活用科技創新安全嘅短片比賽頒獎之前呢，我想先請機電工程署嘅總機電工程師梁耀康先生致送感謝狀俾我哋4位勞苦功高嘅評審成員。咁首先呢，就係有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關新全先生。港九電氣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副理事長苗太慶先生，機電署高級機電工程師余秀華女士，同埋機電署機電工程師何東業先生接受感謝狀嘅。好，唔該晒。咁啊，跟住咧就係請苗生，阿 David。係，跟住咧就係請機電署高級機電工程師余秀華女士嘅Fiona。跟住亦都請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何東業先生。好，今日請咁多位評審再一次企喺台中間。影張合照。好，多謝晒各位評審。而家咧就請大家就座。接住落嚟咧就係要頒發活用科技創新安全短片比賽嘅獎項㗎啦。咁得獎人呢，就係會得到獎座同埋最緊要嘅現金禮券。我哋有請機電工程署副署長陳柏祥先生頒發有關嘅獎項俾我哋嘅金、銀、銅優異獎嘅得主，有請陳先生。咁而家咧，我哋咧就係有請第一位優異獎嘅得主，中電源動有限公司派代表上台領獎。
好，恭喜晒中電原動有限公司。咁啊，請代表企埋一邊，稍後一下，等一等。而家咧就係有請第2位優異獎得主偉明機電有限公司，請佢嘅代表上台領獎。好，恭喜偉明機電有限公司。好，然後有請銅獎得主宇城管理及發展有限公司。好，得獎者請留步啊！接住落嚟咧，就請銀獎嘅得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朱景龍先生同埋佢嘅組員一齊上台領獎。請留步。好，最後要請我哋嘅金獎得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黃庭希女士同埋佢嘅組員請上台。恭喜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好，唔該晒，恭喜晒各位比賽得主。咁我哋而家咧就係請咁多位嘅得獎者同我哋嘅副處長一齊影一張大合照。好，唔該晒咁多位，請咁多位就座。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又繼續研討會嘅第3個講題啦。咁而家咧就係有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陳志乾先生為大家講解一下電動車充電設施供電同埋智能電錶安裝嘅。咁有請陳生。大家好啊，各位來賓好，我係中華電力公司嘅陳志乾。咁今日咧最主要就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係話電動車充電設施咧嘅供電，同埋一啲智能電錶嘅安裝嘅資訊，俾大家參考下。咁今日個目錄啦，個簡介啦，咁就大概會有供電嘅申請、charger 點樣申請啦。咁另外一啲智能電錶嘅安裝資料啦。咁另外電動車嘅充電設施有啲安全嘅考慮，想同大家分享下嘅。
咁最後啦，仲有一個電動車充電設施負載個管理控制，點樣可以做到？咁首先講一講個簡介先啦。呢個就我喺政府個網頁啦 download 落嚟，有個藍圖嘅。最主要係講啲咩呢？最主要就話政府有個藍圖呢，有個願景啦，就喺2050年啦，就想令到成個香港車輛係零排放嘅。因應有呢個願景之後呢，有好多計劃推出咗嘅近年。首先，其實最多人知道嘅就係一個叫做 EV 屋苑充電2資助嘅計劃，或者簡稱 EHSS 啦。咁其實咧，另外其實仲有其他計劃都推出咗。咁另外啦，去到今年啦，其實希望啦，其實就話喺香港市面上咧，就話希望會有15萬嘅私人充電裝置可以做得到。咁另外啦，有5000個公共嘅充電設施可以做得到。咁其實咧，另外仲有好多嘢而家喺背後都做緊嘅。例如，其實喺度研究緊，會唔會將一啲加油站啊、加氣站啊轉型去做一啲充電站嘅可行性？其實我哋都不斷咁同政府啊或者其他嘅持份者去研究嘅。咁另外啦，去到2035年，其實咧，可行嘅情況下啦，或者之前咧，就會停止一啲新登記嘅現有私家車嘅。咁因應有咁多計劃啦，希望我哋可以喺返2050年做到一個車輛零排放嘅願景。咁首先啦，咁講一講啦，我哋中華電力公司因應返 EV Charger 嘅電力申請咧，其實我哋做咗啲嘢嘅。首先第一樣嘢，因應返電力 Charger 嘅申請，我哋特別做咗一張 form。即刻淨係放翻 EV Charger 嘅。咁當你哋申請 EV Charger 嗰陣時，就要填翻呢一張 form 啦。咁另外就話，如果假設你嘅 EV Charger 嘅來源係需要喺一個上升總線嗰度攞嘅話咧，首先第一樣嘢要揾翻相關嘅上升總線擁有人去同意翻佢，然後簽翻一份叫上升擁有同意書嘅聲明要簽翻，同埋當然啦。要揾翻大家幫手做好嘅電力裝置，然後簽翻張員工紙。咁另外咁 EV Charger 有咩申請嘅方法，或者有咩申請嘅安排？點樣申請呢？一個 Charger 俾一隻電錶啊，10個 Charger 俾一隻電錶一定點呢？其實我有2種規模可以做嘅，其實申請。第一種規模就係逐個 Charger 嘅車位可以申請一隻電錶。獨立去監管睇翻佢，亦都有啲公司可能包咗幾個車位或者10幾個車位，一齊做一紮Charger，然後揾一隻電錶去做一個監管或者監察睇翻都可以嘅。咁做好晒之後要做啲咩呢？咁大家如果做開從業員都知㗎啦，一定揾我哋中電或者電力公司去他線裝錶啦，係啦。咁不過咧，呢度咧就想提翻大家。因為我哋都想睇見近年啦，呢啲申請裏邊咧有冇少少嘅 defect， 或者有咩問題有機會裝唔到啊，或者其他嘢咧。例如第一樣嘢啦，記住個裝置要完成晒，係啦，先至揾我嚟他線啦、裝錶啦。另外第二樣嘢，我哋發現到嘅可能個車位啲地址啊，因為車位嘅地址嘅申請好多時都係由個客戶去做個申請嘅，咁可能同你哋做個電力裝置嘅地址咧有啲誤差，例如可能10號 A 或者10號嘅車位咁嘅形式，所以你最好你哋驗線前就叫客戶攞翻張申請書睇一睇個地址，係啦，究竟係咪同你個電力裝置嘅地址一樣呢？同埋最緊要申請電個 loading 係幾多，單上定3上？可能其實個客申請單上，原來其實你做個裝置做咗3上都唔奇，係啦，所以要對翻啦。咁另外啦，咁就喺檢查電力裝置嗰陣時咧，記住大家要到場幫下手，係啦。咁另外啦，當然啦，現場啦，你哋要加翻張副本，員工紙嘅副本俾翻我哋同事啦。咁同埋就話記緊，最好就開埋錶房，我哋去裝到錶，即係同相關例如商場啊嗰啲溝通好，就已經預備咗個位置可以俾我哋進入到去裝電錶啊之類啦。咁另外啦，電動車充電裝置人電錶，咁呢度咧，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
而家我哋智能電錶唔係電動車先裝嘅。其實我哋已經由大概3至4年甚至5年啦前啦，已經開始將而家嘅機械電錶更換為電子錶㗎啦，或者我哋叫 smart meter 智能電錶。咁其實有咩唔同呢？大家覺得嗱，大家見到啦，嗰啲轉碟錶以往呢，淨係計到一個月嘅度數或者某段時段嘅度數嘅。咁但係智能電錶就唔係㗎啦。智能電錶佢每個鐘頭用幾多度電，或者而家用到幾多度電，經翻一個網絡嘅傳輸之下，亦都可能大家都知啦，我哋公司中電都有啲 Apps 嘅，大家裝咗相關嘅 Apps 入登記翻個賬戶，然後入去就會睇到大家即時個用電量係幾多，都會知道。咁另外啦就話，亦都支持咧一啲叫分段式嘅收費，可能將來或者電力公司有啲分段收費，可能1點至2點幾多錢，3點至4點幾多錢都唔奇，係啦。咁另外啦就話，當然啦會慳咗人手啦，因為以往我哋可能你見到我哋有抄錶員啦，都要落去抄電錶。咁將來咧或者而家啦，某啲地方已經裝咗智能電錶嗰啲地方咧，我哋都唔需要揾抄錶員落去抄錶。咁當然啦，有時我哋都要想揾翻抄錶員落去再睇一睇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功能咧，就係個智能電錶可以搖佢咁去停電，同埋去駁翻電都可以做得到。咁同埋啦，另外一樣嘢啦，咁佢嘅監察現時個客嘅用電或者個用電嘅質素，即係簡單講，個轆同 M 電壓同電流有冇特別問題啊？冇過高或者過低啊？咁同埋就話，如果電錶有特別唔尋常嘅情況咧，我哋都會知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要大家幫下手啦。最主要咧就話，因為個智能電錶都要有電先至會着嘅，所以就話完成咗接駁咗個智能電錶咧，記住幫下手個錶前掣咧就唔好刪咗佢啦。因為如果你刪咗佢咧，相關嘅電力資料咧就唔可以傳輸翻去公司或者俾個客戶去睇㗎啦，得唔得？咁啦，呢度咧就會講講啦，就話智能電錶點樣安裝啦。其實同普通電錶唔係太大分別。個電錶位置盡量要裝喺近用電嘅地方。如果 EV 叉著就近翻 EV 叉著啦，或者上升總線，例如錶房啊、Wiser 附近啊之類。咁另外啦，電錶房啦應該保持整潔同埋安全啦，大家知啦。同埋出入口咧要暢通啦。咁同埋咧電錶前啊要有足夠嘅距離。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放翻智能電錶嘅，因為智能電錶咧需要做無線嘅傳輸，所以咧其實咧附近嘅位置，我哋要裝一啲叫通訊嘅設施，例如你而家見到圖面上啦，有一個叫數據收集器，嗰度咧大家當一個全新嘅錶房或者做成棟扭裝電錶嗰陣時咧，要預留翻一啲位置啦，或者例如同埋電源啦，咁去裝一啲呢咁嘅數據收集器嘅。咁另外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啦，一啲 EV 叉著裝電錶嗰陣時咧，有啲咩問題咧？例如新嘅電錶位好難揾 ，existing 嗰個電錶房其實爆晒位啦，唔夠裝嘅。咁有咩辦法咧？咁其實都可以大家考慮採用一啲叫做掛壁式，簡單啲講，掛牆錶箱係啦，裝喺一啲車場裏邊嘅。咁但係提醒翻啊，咁呢啲掛牆嘅錶箱係會有相應嘅要求啦。咁其實呢啲要求咧，其實我哋公司嘅網頁裏邊咧都有相關嘅要求同 size 㗎啦。咁就啊，同埋咧相關嘅電錶箱咧裝之前，建議大家啦，打電話嚟揾我哋公司入落去睇咗位先，得到我哋公司同意個位置適合啦，先去裝嗰個電錶櫃。咁同埋啦，就話第二樣嘢啦，就話嗰個電錶箱裏邊咧要擺翻清楚。因為其實嗰啲電錶箱通常都唔會裝一隻半隻電錶嘅，通常都係一紮嘅 EV 叉著嘅電錶會裝晒喺度，所以咧就喺裏邊咧就擺翻相關嘅線路圖啊，或者個 EV 叉著嘅位置嘅圖啊。當我哋需要做一啲 switching 閂掣開掣嗰陣時，知道邊個叉著應該閂邊個掣之類處理。咁另外啦，如果假設個錶箱裝喺個停車場裏邊嘅，會有危害嘅。因為啲車行嚟行去，所以相應咧就要裝翻一條叫安全桿，即係要裝一啲鐵洞啦。簡單啲講，
避免啲車輛咧駛入嗰個電錶箱前面嘅工作範圍。當我哋一啲電業從業員咧去做工作嗰陣時咧，做得安全。咁同埋啦，頭先都係類似啦，個電錶箱裏邊咧，我哋都要需要裝一啲叫收集器嘅，所以嗰個位置裏邊咧都要盡量啦，就話嗰個位置可以收到 3G 或者 4G、3G 或者 4G 嘅息路。咁另外啦，除咗頭先講一啲裝錶嘅嘢啦，咁我呢度都想睇一睇啦，講講一啲 case 俾大家，有一啲關於個安全嘅考慮嘅。其實最主要咧，近年咧，我哋都發現到咧，其實有啲村屋裏邊咧，都發現到有啲 EV charger 啦，咁就直接咧就駁咗入去我哋公司嘅電錶，係啦嗰度。咁其實啦，根據翻我哋公司嘅供電則例裏邊咧，咁如果未有我哋公司允許之下咧，就唔可以咁做嘅。得唔得？咁同埋另外啦，其實我哋公司咧個供電則例寫明咧，如果假設當你申請嗰陣時，嗰個供電淨係俾嗰個棟樓嘅啫，記住嗰啲電咧就唔可以引去俾其他人用，或者你出邊街嗰啲車位嘅，得唔得？咁當然啦，如果你間屋裏邊根本原先有個車位嘅，可以嘅，冇問題㗎，係啦。咁另外啦，就下一個啦，就會有啲叫做你見到都好類似嘅情況嘅。今次個情況咧就比較再冇咁好啦。佢就用一啲夾仔夾住啲線嘅，係咁樣 T 出去嘅。其實大家一諗到有咩危害啊？如果嗰個夾仔嗰個質素可能冇咁好啦，嗰個狀態冇咁好，如果佢嗰個 connection 嗰個位咧唔係接觸得好咧，就會發熱，因而咧。其實有機會係啦，會發生火警嘅。其實我哋見到有啲 case 咧，我哋攞一啲叫做熱能檢測器去睇咧，好多時咧都見到有啲地方會有發熱嘅情況出現嘅。咁另外啦，最後啦，呢度都講一講關於咧，都係而家 EV charger 時常遇到嘅問題啦。就話當 EV charger 一啲舊有嘅建築物想裝一啲 EV charger。咁大家都知啦 ，EV charger 而家用電咧係唔少嘅，要求嘅 loading 唔少嘅。但係喺現行啦，可能一啲舊嘅樓宇咧，有機會咧個 loading 唔夠，你要裝好多嘅 EV charger 同一時間充電咧，做唔到嘅。咁其實我哋都參考翻啦，部分一啲 EHSS 以往嘅個案咧，或者計劃裏邊咧，佢哋提供咧下邊一啲解決嘅方法，就話唔去任何嘅更改一啲允許嘅負荷，即係簡單講個 loading 唔轉。咁點樣做咧？第一樣嘢就話將 EV charger 嗰個地方或者車位劃分唔同嘅區域，輪流咁去叉電啦。或者另一個方案就比較簡單啲嘅，大家每個charger減低啲叉電嘅 M 數啦。咁最後嗰個方案就而家市面上都會比較多，就會安裝一啲叫電力負荷嘅管理系統，用電腦嘅方法去不同時段係啦，不同時段喺某個車位可能差到差唔多啦，佢就會個 M 數細啲，或者另一個時段又要叉另一架車咁嘅形式。咁所以呢個方案都幾好嘅，所以大家可以做翻參考下。咁就最後啦，就話如果大家對於 EV charger上面有任何問題咧，其實下邊咧呢度咧有啲指引，大家可以去睇下嚟。咁就另外啦，其實如果大家有問題嘅，咁亦都係有個查詢熱線26780320，大家打電話上去問都可以嘅。咁今日我個 presentation 係咁多啦。好，唔該晒。唔該晒陳生，聽完阿陳生嘅講解咧，相信大家更加明白電動車充電設施嘅要求㗎啦。好，咁話咁快咧，就去到今晚我哋第4個講題，都係最後一個講題啦。咁咧，我哋請呢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楊惠雄先生為我哋講解一下咧樣板檢查服務之常見不符項目。有請楊先生。係 testing。係你好，各位大家。係各位嘉賓、各位來賓，晚安。咁我係港燈客戶服務科客戶裝置組嘅工程師，咁我叫楊惠雄。咁好高興可以為大家進行一個分享啦，就係一個樣板檢查服務之常見不符項目。
咁呢一個服務其實咧就我哋講得為咗協助客戶喺多單位嘅發展項目，去盡早識別一啲一般固定電力裝置嘅不符項目。咁我哋咧就可以提供呢一個免費嘅樣板檢查服務，可以俾各位電力從業員咧喺呢個檢查入邊觀察到嘅一啲不符項目，去進行一啲改善嘅。喺邊度咧？例如一啲檢驗前嘅查核啦、上升總線啦，同埋最終電路呢3方面嘅。咁我哋希望透過以下嘅例子，可以俾大家咧喺預備有關電力裝置去檢查嘅前，可以識別呢啲問題嘅。咁喺檢查前嘅查核，例如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一啲例如斷路器或者無掣外殼斷路器嘅上鎖設備，即係例如咧係MCB 或者 MCCB。咁其實以上根據翻 COP 啦，咁我哋其實咧需要為呢一啲設備咧去進行一個上鎖裝置啦。咁咧就要固定喺關閉嘅位置。咁咧各位電力從業員咧就需要喺檢查之前咧就需要提供一啲上鎖設備嘅。咁同埋咧呢個上鎖設備咧只可以用特定嘅鎖匙或者工具去解鎖嘅。第二個咧就係一個漏電斷路器嘅測試告示。咁可能有時候真係有時候會唔記得咗，就係喺一啲漏電斷路器嘅所在之處啦，佢或者佢附近咧去提供一個告示嘅。咁其實咧咁各位電力從業員咧係需要喺佢嘅漏電斷路器嘅所在之處啦，或者附近啦，需要提供翻一個最少每3個月按鈕測試嘅呢個告示。咁跟住之後咧，第3咧就係一個客戶總線供電地址嘅標貼啦。咁正如一個頭先講啦，一個多單位嘅發展項目，可能一層咧可能10隻8隻電錶可能都走唔得㗎啦。咁點解我哋一定要有呢一個供電地址標貼咧？就係為咗咧等我哋去安裝電錶嘅時候，去識別翻一個啱地址嘅電錶線，咁從而安裝翻正確嘅電錶度啦。嗱，咁去到上升總線，可能大家有時候咧就會誤會咗啦。一條上升總線嘅保護導體啦，咁其實咧我哋咧係需要一個70平方毫米嘅同等值嘅上升總線導體啦。如果大家用鋁嘅話咧，就150平方毫米。咁有時候可能大家誤會咗啦，50平方毫米，都可能得㗎喎，但係其實喺上升總線就唔得嘅。好啦，咁跟住喺最終電路，咁有啲咩地方大家需要留意呢？就係一個3相裝置入面，每一個插座係需要提供翻一個相位識別嘅。即係例如圖中所示啦。咁左手邊咧就係一個不適合嘅例子啦。其實咧，例如佢係喺 L1 攞電嘅，咁咧佢就要提供一個適當嘅相位識別，例如佢係1L1、1L2 等等。咁去提供翻俾我哋客戶去知道啦。好啦，一個配電箱佢有嘅標誌啦。咁一個配電箱嘅標誌其實咧就俾翻用戶咧去知道翻佢嗰個電路係控制緊啲乜嘢嘅電力設備啦，一啲咩嘅固定電力裝置咁樣嘅。咁所以咧各位係需要咧提供翻一個耐用啦，或者同埋清楚易讀嘅標誌去安裝喺個配電箱上面嘅，咁方便去識別個電路。好啦，咁喺浴室入邊啦，咁有啲咩大家要留意咧？就喺浴室第2區之外嘅13M 插座，咁咧係唔可以用有開關掣嘅13M 插座嘅。咁咧其實咧安裝嘅13M 插座啦，咁各位咧係需要符合翻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26A 電力去符合翻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去安裝一個13M 嘅插座嘅喺浴室入邊。好啦，咁喺露台嘅金屬框架有啲咩大家要留意咧？就要提供翻一個適當嘅接地啦。因為咧有時候咧可能大家誤會咗，可能有未提供個輔助接駁。咁咧其實有除非你特定嘅條件底下咧，你先可以唔做呢個輔助接駁嘅，否則咧其實係需要提供翻個適當嘅接地俾一啲金屬框架嘅。好啦，到一啲燈具嘅金屬外殼啦，咁大家咧就需要啦，知道翻個燈具嘅金屬框架咧係需要有適當嘅接地嘅喎。咁好啦，咁
咁其實咧，我哋港燈咧就推出咗一個電力裝置設計錦囊。咁其實喺右下角呢度咧，亦都有個 QR code 可以俾大家掃落去。咁咧其實咧呢一個全天候嘅互動工具有啲咩功能咧？就係話啦，咁我哋咧其實可以提供翻有關電力裝置設計嘅提示啦，同埋一啲常見不符項目嘅資訊，咁可以俾大家咧了解翻不同電力裝置嘅界面要求嘅。咁啊，有邊啲電力裝置可以睇到咧？咁例如我哋有大廈入邊嘅電力裝置啦，大廈入邊個別單位供電，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建築地盤嘅臨時供電有啲細節大家可以睇到啦。裝修用嘅臨時供電有啲細節可能需要留意嘅喎。寮屋供電啦、浮躉、船隻艇嘅供電啦，同埋最後小板排檔嘅供電，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嘅。咁其實咧，大家只需要登入呢個錦囊嘅網頁啦，咁你就可以選擇你想俾啲你需要嘅電力裝置，咁你可以睇翻你想知道嘅資料啦，咁你可以睇翻。咁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張典型嘅線路圖，咁咧就可以大家咧就可以選擇圖中所示嘅電力裝置嘅主要部分啦。咁你就可以睇翻我哋嘅相關要求同埋資料，咁可以以作參考啦。好啦，到你想知多啲咯，想進一步了解電力裝置部分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翻有啲設計啦、安裝嘅技術要求啦，咁可以即時顯示出嚟嘅。咁仲可以用圖像化嘅方式獲取相關常見不符項目嘅資訊咁樣嘅。係啦。好，咁以上咧就係我今日所分享嘅嘢，咁多謝大家。唔該晒楊生，咁啊請楊生就座。咁另外咧，我就想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哋聽完講題3同埋4有啲咩問題咧，歡迎你哋喺你嘅問題紙上面舉手，叫我哋嘅工作人員過嚟收集㗎。咁為咗答謝4位講者喺研討會分享咗唔同嘅電氣技術知識咧，我哋有請機電工程處助理處長江茂成先生代表處方致送紀念品俾4位講者。首先咧就係有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陳福祥博士工程師接收紀念品。好，請阿陳博士就座。而家就請機電工程處機電工程師趙士傑先生接收紀念品。好，請阿趙生就座。而家咧就係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陳志乾先生接收紀念品。請陳先生就座。現在請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楊維雄先生接收紀念品。好，唔該晒楊生，請兩位就座。好，咁大家咧應該頭先咧就已經係就住第一同埋第二個講題啦，就提出個提問㗎啦。咁而家咧就係有請香港電氣工程商會陳福祥博士工程師同埋機電工程處趙士傑先生就住第一同埋第二個講題所收到嘅問題解答一下先啦。Hello, testing。或者首先我答第一條問題先啦。咁首先多謝在場嘅觀眾去到提問啦。咁第一條問題咧就係話：請問太陽能 AI 系統點運作？
有冇試過唔準確？咁太陽能 AI 系統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嘅，佢要經歷過咧我哋教育佢啦，咁佢先會慢慢識得認到一啲太陽能板嘅。咁佢亦都會幫我哋去到對一個地址啦，咁然後就會揾翻嗰個地區有冇一啲未註冊嘅太陽能板。咁有冇試過唔準確呢？咁其實我都可以分享下相關嘅經驗嘅。係咪話唔準確？咁我又唔可以話即係唔可以話佢唔準確嘅。咁我舉個例子啊。咁可能咧有啲嗰個地圖上面咧叫嗰條村咧叫做安全村啦。咁但係原來村民咧不嬲都叫做第一村嘅。咁所以咧個 AI 系統咧都未有咁智能咧，可以將佢哋 match 埋一齊嘅。咁呢一個咧就會變咗有一啲可能冇咁準確啦，咁樣都需要我哋嘅同事去到幫助佢嘅。咁另一邊廂啦，咁有陣時有啲地址都係冇咁叫做本身個地址都冇咁準確，咁可能就係話乜乜警署嘅對面啊，或者係乜乜鄉公所嘅對面啊，咁個 AI 系統咧其實就會好直觀咁樣將佢擺咗喺乜乜警署或者乜乜鄉公所嗰度，咁咧就變咗我哋嘅同事咧都係需要去到再教育佢啦。咁希望我嘅解答可以答到你啦，係啦，唔該。呢度有兩條問題。第一條問題就係、如果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使用機械人、機器設備檢測電力設備，從而替代電工親自，會否更加確保電力安全？呢個真係好有想像力。咁機械人即係好簡單啫，我只係講無人駕駛汽車，因為佢有好多感應器，咁所以變咗呢，佢係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咁同樣道理，當你若果係用機械人去檢測電力裝置呢，咁呢一個呢都可以，但係問題你要考慮安裝合適嘅感應器嚇，咁呢個係先決條件。好啦，第二個問題，使用直流供電是否相對比交流電安全？咁我諗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大早一幅圖呢，係人體與電力呢，其實嗰個係冇分直流電或者交流電嘅。假如你真係觸電呢，係有電流流過你身體呢，無論直流交流咧，都係有嚴重嘅傷害嘅。咁至於直流電同埋交流電咧，係各有佢嘅用途嘅。譬如嚟講，喺 HVDC 高壓直流輸電咧，係有佢重要嘅一個作用嘅。譬如喺中國內地西電東輸，咁佢亦都係有直流同埋交流嘅，兩個係作出互補嘅。假如你哋喺即係呢個電力系統嗰度咧，你哋都知道咧，喺直流嘅時候咧，淨係處理嗰個功率嘅啫，即係 watt 嘅啫。咁而喺交流咧，係有 watt 同埋瓦，即係呢幾樣嘢嘅。咁所以變咗咧，係兩個作用係有互補嘅。咁所以你話邊個安全咧？其實正如我所講，兩個都一定係要注意安全嘅。咁正如我大佬寫得出五行與電，咁啊電啊乜都怕噶啦，無論你直流亦係交流都好，咁所以係需要注重嘅。頭先我見到咧有多幾條問題咧問我哋機電工程署阿趙先生喎，不如你答埋之後，我先交俾第三、第四個講者去答，好嗎？係，咁我再答埋第二條啦。咁第二條問題咧，其實就係問點樣可以喺 COP 嗰度俾意見。咁我相信大家都記得頭先有張 slide 啦，就有好多個唔同嘅工作小組嘅成員啦。咁如果大家係佢哋嘅會員啊，或者可能佢哋嘅教職員啊，或者係可能係佢哋嘅員工啦，咁其實都會向
相關嘅工作小組咧提供意見嘅。咁之後意見咧其實都會去到我哋小組嗰度，咁我哋咧都會係一併咧去到做一個檢討嘅。咁希望可以答到呢一個問題。咁另外我亦都收到有條問題，就係問太陽能光伏板如果唔係拼網，只係喺低壓，算唔算係發電設施咧？需唔需要註冊？咁或者我簡單啲咁去答啦，因為都牽涉咗好多條問題。咁如果其實咧佢唔係拼網嘅話咧，就唔需要註冊㗎啦。希望可以簡單啲咁樣咧答到呢一個問題。好，咁我哋亦都似乎收到好多咧，就關於第三、第四個講題嘅問題喎。咁不如我哋又請阿陳生同埋楊生去解答下。或者咧，我答我手提上嗰3個問題先咧。第一個問題咧就話佢問咧就話，如果個客戶需要安裝個電動車充電叉咀，係咪一定要同中電去申請一個獨立電錶咧？可唔可以喺客戶嘅室內原有嘅配電箱供電俾個電動車咧？首先第一樣嘢就我就咁睇，就我哋供電商咧，始終我哋建議你申請一個獨立電錶，就會放翻你哋嘅EV charger啦，去 mon 住究竟佢用電量幾多啦。但係你話得唔得？其實得嘅，可以 depends on 翻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哋現在相關嘅電力裝置夠唔夠俾你個 EV charger？第一樣嘢。第二樣嘢，而家你個 EV charger究竟係安裝喺邊一度？係咪仍然喺翻你自己嘅供電地址裏邊呢？如果喺翻你供電地址裏邊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例如有啲村喺個村屋外邊有個車位，你想拉出去呢，就唔可以啊，係啦。咁另外咧，第二條問題咧就問翻啦，就話喺住宅同埋村屋嘅停車位電動車充電設施申請供電咧，可唔可以申請3相而唔係單相？咁其實首先第一樣嘢就應該可以嘅，就冇問題可以申請3相嘅。咁但係好 depends on 都係幾樣嘢啦。大家知道村屋㗎啦，村屋因為好 depends on 佢公司外邊嘅 network 啦。咁如果真係嗰個環境裏邊唔夠嘅，咁我哋需要再重新放置 cable， 嗰個時間性會比較長。另外第二樣嘢就話，如果假設就係附近已經 overload 啦，咁所以你要等嘅時間呢，有機會比較長。我哋而家仍然都有分別頭先講 EV charger 啦，其實我哋嗰啲再生能源，我哋叫 FIT 都有做啲3相嘅，係啦。不過就因為要鋪設一啲 cable 嘅網絡，要時間啫，係啦，提醒翻。咁另外第3條問題咧就問得比較好嘅，其實就講緊智能電錶啦。大家聽到其實而家智能電錶好先進科技，其中一個功能咧就可以搖佢去開電嘅。其實而家我哋都做緊嘅。咁其實我哋點樣做咧？會唔會有危害咧？頭先講我哋有電得有啲師傅可能做緊嘢，會唔會你一開電就電親你咧？其實你可以話俾你聽唔會嘅。首先第一樣嘢啦，就話如果開電，我哋而家開電嘅情況咧，首先第一樣嘢一定個客嘅要求佢開電，然後我哋都會講翻聲俾佢聽，記住叫佢離手，我哋先揾人去開電嘅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至於工程人員做嘢嘅情況，做嘢期間會電親咧，都唔會嘅。其實根據翻現行嘅法例啦，大家都知頭先都講過啦，需要閂掣上鎖 proof that， 然後先至開始嘅工作嘅。咁頭先所講啦，如果電力人員需要做條總線嘅話，咁就需要閂咗個標前掣啦，然後鎖咗佢啦，你哋先去做嘢嘅。咁其實當時期間，我哋 remote 都唔會打到隻電錶嘅，大家放心。係啦，大概係咁多啦呢度。咁我呢度咧收到個問題咧，就話如果個陽台嘅金屬框架即係露台啦，咁佢如果未能夠提供一個輔助接駁，咁有啲咩解決方法咧？咁其實我哋咧都可以喺輔助接駁，即係喺 COP 啦。其實佢亦都有一個要求咧，就係如果我哋用直流絕緣電阻測試，如果佢嘅數值係高過45000安嘅話咧，咁其實亦都可以唔使做呢個輔助接駁嘅。好啦，第二就係如果3相裝置嘅每一個插座嘅相位識別點樣做先可以符合個要求咧？咁頭先我喺PowerPoint 入邊啦，咁有張圖顯示咗，就喺個插座嘅面嗰度咧，咁佢要寫翻一個相位識別啦。咁
咁可能大家有啲情況就話，咁可能客戶未必想要嗰個相位識別。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接受咧，就喺個蓋入邊去做一個相位識別，即係佢黐喺入邊，咁亦都可以做到符合標準呢樣嘢嘅。咁希望呢度可以回答到個問題。好，咁啊，唔該晒四位講者啦。咁可以請四位講者咧，就稍為去翻台下就咗啦。咁今晚咧嘅研討會咧就已經到達尾聲啦。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咧有任何意見咧，就可以咧電郵到等陣間會出現嘅 QR code。咁可以掃 QR code啦，又或者咧去 email 去呢個 ats.eld@emsd.gov.hk 係啦，就係呢個 QR code 啦。好啦，最後咧就多謝咁多位講者同我哋分享咁寶貴嘅資訊，亦都十分之多謝主辦同埋協辦嘅機構為我哋安排呢一次嘅研討會。希望大家對呢一次嘅研討會嘅講題有更加清楚嘅了解。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參與，祝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下一次研討會再見，晚安。再見。